那我就说一说我们钟表这个王国600年，大概有600年来啊，它的那个一些大事蹟啊，我講白話啦，上海又講得唔好嘅，大家多多包容啊。日出而作係日而息啊，嗰陣時就冇一啲咩時計啦嚇，咁就係最初就係用呢個日晷啊，日晷去即係去立竿見影啦嚇，就會控制嗰個時間。之後咧就有沙鐘啊、水鐘啊、同滴漏啊，又有油燈啊、香用香嚟到燒。885年咧，阿爾法德大帝咧就係再想準啲，咁佢就係用咗6支蠟燭，咁啊每一支咧就係12英寸，咁每燒1英寸咧就係嗰個時間咧就啱啱係20分鐘，咁即係一支蠟燭咧就係4個鐘。咁啊6支蠟燭係24個鐘，咁啊利用呢6支蠟燭嘅咧，就係管理佢自己嗰個作息時間，同埋去即係對嗰個執政啊，包括以前都要祈禱啊或者咩工作咧，就係用呢六支蠟燭去支持個時間嘅。啊，咁啊嚟到1088年啦，嗱呢個就好重要嘅一個我哋中國宋代呢個蘇仲就係創製咗一個30尺高嘅水鐘，天文水鐘。咁呢個水鐘咧係用水力去推動嗰個輪啦嚇，指輪。咁就嚟到佢有一個左天鎖同埋右天鎖，就係一擒一縱。田大宇先生係第一個講中國人可以創造鐘錶師。就開始有擒縱呢個概念，而且係有個實物。中國嘅一個歷史學家咧，亦都證明啊，呢個就係擒縱最早嘅一個設計。咁啊，跟住又要去到咧1386年咧，喺英國呢個教堂咧就開始有呢個教堂嘅鐘。咁當時咧就係冇發條嘅。啊，就係用個重力將個時間分嚟到1335年，嗱呢個好重要啦，就開始喺文獻上咧就有呢個擒縱啊出現。咁但係嗰陣時都仲未有產品鐘出現嘅啊，就去到1364年，呢個意大利人咧就製成咗第一個機械鐘。咁嗰陣時都係用重力嘅，嗱呢個冇發條嘅，仲未有發條嘅，只有個擒縱喺度。將個時間咧分割得比較精準啲。好啦，咁啊到呢個1386年咧就有個教堂鐘出現咗，到而家仲用緊。呢個咧就係一個最重要轉捩啦嚇。德國人咧就發明咗呢個發條可以去代替個重力。咁去到1525年咧就開始有呢個寶塔號出現啦。開始有寶塔號出現，就去即係就唔會用呢個歪度去即係改善嗰個發條力佢嘅輸出嘅差異。咁啊呢個寶塔號就喺呢度喺呢度。咁呢個鐘咧，呢個係懷錶，呢個懷錶咧已經係400幾年仲行緊㗎喎。我嗰日去睇佢嘅時候咧，即係2001年我去睇佢嗰陣時咧，仲喺度可以400幾年都仲可以喐。咁咧，大家見到佢咧就有個寶塔輪啦，有發條啦。咁呢度係洋腸線，咁佢有個擺輪喺度，但係冇油絲喎，點算啊？咁啊，利用2條珠鐘。有2條珠鐘喺度嘅，大家呢度可能會睇到佢有呢度一條，呢度一條啊，前後各一條珠鐘，咁就控制嗰個擺度嘅，即係前後咁樣擺對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最早期嘅，即係懷錶就係好似攞蛋咁，即係洋葱頭咁賣過㗎。好，咁啊喺瑞士嚟講咧，就1564年嘅開始就有製錶。1581年咧就巴尼諾咧發現咗個鐘擺嘅，但係嗰陣時都仲係未有即係小型嘅鐘嘅出現嘅。咁啊，1590年咧就有水晶礦啦。
大家可以睇到用水晶去做殼，以前就唔係嘅，用嗰個銅嘅即係罩咁樣去做殼。咁1610年咧就有玻璃面出現啦。2000年咧就代務殼咧就開始有喺呢個錶殼嗰度出現。咁28年咧，1628年咧就發行啦，開始就係裝飾個錶面啦，同埋個錶殼就開始就有其他冇呢樣嘢。1658年咧，嗰、個甲板即係嗰個擺輪嗰個壺蓋咧，就開始呈現就越嚟越大啦，大到成個差唔多佔咗成個半個錶咁大嘅。咁1657年咧就第一座有鐘擺嘅鐘就開始就出現咗。咁呢個咁嘅鐘擺嘅原理。咁1660年咧就因為個毛巾啊或者係量長線咧，始終都會容易啲老化啦，咁就開始咧就有芝麻點嘅出現啦。大家會睇到呢度開始有芝麻點嘅出現，到而家我哋經常咧仲會見到嘅老懷錶咧係用芝麻點嘅。就由嗰陣時1660年已經開始有啦。咁錶就可以越做越細啦。以前就掛個懷錶咧，就係喺頸嗰度攬條繩就掛喺心口嘅。去到呢個時代咧，167年咧就開始背心上有個懷錶嘅袋，可以裝懷錶咁樣。嗱，咁通常咧就會係咁咯，即係懷錶擺喺袋度咯。哦，跟住呢個位咧就喺勾呢度。所以呢件係正宗懷錶袋嘅衫。懷錶袋㗎嘛？型唔型仔先？型啊型喎！哇！好啦，嗱呢樣嘢好緊要啦。1675年就開始有呢個流絲出現啦。所以呢個鐘錶嘅製造咧就一個革命性嘅飛躍。